我两条钱嘛，较叫的啊，靠腰。叫了就叫了啊。可以哦。喂，啊，你在行哪边呢？等下。是做一边啊？是啊。这紧张的要出发啦嘿。等下个考边呢？他现在不是也有在教人家萨克斯风吗？我无遐厉害，我去欠人教。哦，但是你的萨克斯风不要做钢琴的。迄肯定就是我的师傅。那你现在会不会很怀念那时候明眼的时候？会啊，当然有看到，总比没看到好。那个感觉我有过啊，说真的你有过是不是？之前你是所以没有，我比较早，我大概到14岁的左右就完全看不到了。哦，所以不是先天的。我没有到正常啦，所以顶多超0.1左右而已所以也很难去想象说你们可以看得到2-3公尺以外是什么东西，我没办法讲这样。可是那时候眼睛最好的时候有没有？白天不行，但是晚上还可以有。我就坐在车子里面，然后可以看外面上面有那个麦当劳、7啊、OK 啊这样，看那个大的招牌。对人来讲，所有英国信仰的影响，就可能是失踪朋友真珍贵的记忆。迄幕就是想唔到的景象。今日，吴美江当地的排练，木匠雄美的昨日重现，歌词的亲合为一团下的。我亲将的回忆，一幕一幕又转到我的面前。佢哋對我開眼流目着，就像頭牌強樣。我當中又看到錯不年的景象。失蹤朋友嘅勇氣，唔單將係面對烏暗，連到喺啲清晨嘅烏暗度，永遠都保有一啲嘅希望嘅微光。行路掠，牛皮路加海水无行路掠，牛命路加河巴无行路掠，牛干路加長山無，牛塘路北風上岸嘅小山行路掠，吼嘿吼吼，海灣啊，吼嘿吼吼，人嘅步路。你睇到未啊？喺南屯區，喺台中市慶早開始發展嘅地方，用盡乾隆嘅時節啦，而你嘅老祖公土海流流入去開山打拿，等等，安神點樣？嗰種時哦，啲田方做生意較多啊，故說你地方啊，雖然當到大鐵店啦，大鐵店買乜啊？腳頭啊，蓮霧啊，故說你就天氣嘅嗰種時，按到犁頭店。萬清初年，台灣老祖公老台中盆地順頭生草打農嘅蔬菜，用來得到好天氣。犁頭店因為喺度嗰種時太屯嘅西南片，故所有人到南屯。從戰過後，將改名到南屯。開墾早期，因為啲南北西沿八鎮嘅同行，以下嘅啲犁頭店附近，李幹、插貨、糕餅、太麵、鹽坊。大鐵店萬來就係，嗰種時候到台中體界，好在係經過嘅都市重劃，基本已經南屯老街還保留嘅當道嘅老師嘅回憶，將喺香火東旺嘅萬福橋，廟度還係當虔誠嘅北鄉，老街度俄羅斯嘅建築，三角嘅東昂嘅巴洛克，隨意下，唔難去發現50年代老師嘅健康。大哥。哎，你是张善伟？你好，你好。我終於找到了。我爸到這地方來呢？是我爸。我爸說，在這個三角，這裡就是三角街，對不對？是的，是的。然後我看看這對面，這是巴洛克式的建築，對不對？是的。啊，這裡嘞？本來是紅磚樓，但是921的時候上面倒掉了。哦，所以鐵皮的部分是921的部分，對，921造成。這歷史有多久？大概將近100年了。100年了。你知道嗎？我爸說這裡有。他說：“你要注意看哦，不是在賣米湯，是賣很多粉啊。對，這些都是。那為什麼要用爆的？因為爆是一個熟化的過程。哦，是。
哦，所以都要经过这个过程。是所以大哥这个很大声吗？对很大声你现在戴着耳罩，那我不用吗？哎，你最好稍微最下要爆了吗？要爆了，要爆了，来要爆了。好，一般阿姨啊，50年代、60年代的钢琴，一下就转来，好香哦，好香哦。这是黄豆啊，这是黄豆，对。我以为是米呢。哎，你试试看，可以吃吗？可以。哇，这好烫啊！好香，好香。可以，这个我觉得很香之外，我还有一种小时候的回忆啊。对。在那个学校里，如果还有福利社的话对，或是那个我们乡下那种小商店，会有一包大概这么大包哈。对塑然后料袋装对，然后用那个密封，好烫，然后密封这样压住，然后里面呢会有调味，有辣椒，还有咸的。对。是这个豆子吗？不是，啊，那个是用油炸的方式。那豆子一样吗？豆子一样，都是用黄豆，那做的方式不同啊。不一样。对，这些都是待会儿要拿去磨成粉做庇护的，所以不能加任何的调味料，也不能过油之类的。所以是完全是原味，对完全然后天然把它磨成粉，现在走健康路线。对。头摆嘅米絲，接着做得很像當到幸福嘅記憶。東風太哥講，一直到60年代初期，規張南屯路街都還有4、5間像其他條安陽嘅傳統米腐店。不過省府仲開路一排嘅純手工嘅米腐，一日千都唔會超過150包嘅產量。用嘅咩表唔過市場大量生產嘅副食品。故說，其他省嘅下來，其條嘅米腐店已經變咗老街道唯一存下來嘅一間。不過天天嘅做出好東西嘅堅持，這就都係啲講求夾嘅時態度，讓我哋清楚嘅看到佢順菜加出。而且我發現你用的這些材料都是很養生的。对，都很健康的谷类。哎呀，因為現在好像說最好每個人都要每天都要吃堅果。不管是堅果或是五穀類的話，一般營養師都會這樣建議，因為五穀是日常生活營養的來源，然後堅果類是一些特殊的營養素，所以其實均衡攝取會最好。所以在這裡，堅果跟五穀類的東西都可以爆，都可以。可是我很難想象杏仁也可以爆這件事。也可以，杏仁爆起來會是怎樣？它還是維持原來一樣杏仁的一個形狀。那一次要爆很多嗎？這個量不多，其實這個手工做的話，量一次才幾斤而已，不是很多。那你等一下可以爆杏仁給我看嗎？今天沒有杏仁，今天沒有杏仁，今天工作沒有排到那邊。傳統嘅產業是做點略略嘅調整，就算係無添加物嘅原味米腐，同樣會因為飲食觀念回歸自然，用一種做起來當麻煩嘅堅持，喺新嘅時代度尋到佢應該有嘅甜味。另外，調擺韓國米腐店，唔可能是披到粗味嘅香味，不過也下無論芋頭、伊鹽、生絲就算係隔定半條街啊，仍然未強用做啲披到冇份嘅香味香氣。還有啲幫嘅生度啊，衝過來嘅全都係幸福嘅回憶。砰嘅大鐵嘅聲啊！你聽錯嘅細奶做嘅事情，捱嚟做，聽錯冇問題。除咗米絲，老街道嘅大鐵聲咪當上癮。講緊前後嘅時節，喺南屯三角街附近，牽涉有因意事件大鐵店啲兩條街坊概念。鏗嘅聲，本也會變做農業時代千3萬又真熱情嘅縮影。南屯來條店係倆老街道唯一含概念嘅大鐵店，原因唔單止因為佢哋前有來者，還個後繼有人。康啊啦公，我幫你小動者。一隻好的鋤頭，它要除了鋼要加鐵，如果全部鐵的話，它變成會變形。這個是完全都是鐵，這完全都是鐵，所以它封口一點硬度都沒有。對，然後它就是挖掘的時候，這邊變形是 OK 的。哦，對，因為它的施力點，像說你在鋤頭的時候，它施力點你把它挖上來的時候，它變成施力點會在這一排。對，如果全部鋼的話，它會斷掉。所以我們做東西就是
这边要有铁的韧性，然后前面要有钢的硬度。所以这也要这样传统的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对，你怎么这么清楚？你不是才刚退伍，还是今天放假，还穿着军服来帮忙？今天是来客串的。对啊，你是就是要传承下去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对，爸爸逼他的吗？没有，没有逼他吗？自愿的，我自愿意的。你自愿意的？自愿意。再见。景云喺内头店的 TC 台传人，虽然后生，不过打铁的技术因为家传的，据说佢自细就唔会感觉拿铁锤比拿筷的较难。佢讲，福下的打铁店虽然做工较传统，不过佢对自家生产的铁的制品，佢做得用4个字来形容：锋利无匹。阿公，你无偌济，安尼刚好。有啦，但是阿公，因为你的头毛是白色的啊，看无爱用黑色的纸啊。我知，我看，安尼啦，安尼有看有啊。有啦，哦，几错，阿公你莫安尼。啊，这一空啊啦，阿公。我帮你小撞一下，小撞一下，无要紧啦哦。好多人讲人老未报道，不过78岁老头家一讲起打铁的技术啦。就像个火炉度放热唔会熄铁的猛火，行家老人家心跳起来，风吹30年的耆老来讲，难得的上天师叫先放一辆较真实地位的sản phẩm，天然要本大家见识一下马家人多爆脆味道。这画面看起来足感动的。我刚刚目屎用要流落来，感觉像木质要跌下来用的。我，阿公、阿爸来的。当人都看过这个阿爸大病又发的镜头，不过做得看到这个声音呢，继续这个梦完成的梦想，真见得十分幸运。来头店可能是一门差不多模特的行业，不过这条家更有其这个梦想。景云十分清楚，传统的奶头店听说无办法留大量生产的工厂入边，不过要因为是慢工短粗，不论是实用性，也是本自家产品有限较高的输送价值。佢相信，用人的信念和双手打出来的铁的制品，就是一种集团文明的代表，绝对做唔得本人获得高度文明的世界舞杯。因为文化注重的唔係實用聽聽，係一種經驗嘅對稱。今日，我拿點鐵點度嘅古董大鐵錘，聽你阿公一錘一錘嘅打點鐵，啲輕輕鏘鏘嘅聲度，我感受到嘅係東河堂嘅傳承聲。台灣嘅慈善團體係世界有名嘅。我唔知嘛，到台中啊，有一隻全台灣慶祝的慈善團體，其他地哦，沒冇想到一開始將想去做善事做好事，不過呢一種堅持啊，殺所的本其他條堅持差唔多有200人嘅，很強嘅團體啊，今日你叫下來認識一下。阿公，你啊就係當年的二都橋係啊？二都橋是要辦的啦。就係條。啊。哦，你还不晓得嘛？忠孝廉洁。想这了，也是改建了那种种的用田啦。哦，纪念田啊。你还哪只石头做呀？你就你去石头呀。董事二土会係喺土公13年成立嘅，離地下180年前，喺台灣地下千古路，唔係做成立新一個民間慈善團體。二土會嘅成立係因為頭擺台中煙配嘅活動片，無論平常。農產買賣、醫療、茶船往來，都係啲寮下，咪就係近邊嘅董事做中心。唔過隔開土牛，然後董事嘅大家活動無扣，佢用時嘅土船，無論係官塘也係民間嘅，全部有弊端。有一日，拄好係中元節，有18個飛人家坐喺民間嘅船嚟去看戲，到河東洋，條家去講要加數錢。有了解到，後來就飛人家講到將來將去，出來曬變鐵，全部就浸死。據說喺官塘和老早嘅大病下，做嘅差唔多有100年嘅泥土。
哦，是讲说对那边过去的神寺庙呀。要过去神寺庙看起啊，创立了个180年前，才创立了弥陀佛。唔看，你也去了，你也看了，你扣安尼起起来吼，你就会想到差不多180年前啊，你等于吼。看到太甲安用的唔方便，辛苦啦。还有不给欺负吼，弥陀佛张伟想到讲，我哋做安用的事情，可能给18煞分人家牺牲的嘞，去天堂的吼。不过其他就看得到有弥陀佛安用的义行，安用贡献来做啊，我相信咯，其他就看到啊，要会懂感情啦。你买普渡，当然普渡就码头嗰不有拜啦。我拜那个18分人家係现在保护那个平安啦。係咩？我相信哦，呀18煞分人家都天堂看到，會懂歡喜哦。係啊。哦。係啊。真係因為其他就將有安用的善行。有這現今的董事長係冇。哦，董事長係冇。係啊係。哎呀，說得應該冇。是的。是的啊。哎，太普強調係講是的哈。是的啦。是的咯。我就是創立會前呢67位的施工牌啦。跟創始的沒有？一開始的啊。180年前呢，該創4年啦。啊，我說你還180年前的主工牌。係啊，主工牌啦。當部有幾多少？呀，67位啦。67位啊，67。建100，也有建50，也有建12萬元，也有30萬元。哦，嗰都是錢真快啦。所建嘅錢呢，唔就買10甲田。10甲田哦，10甲田。嗰時候買10甲田係因為也得67歳。要建出來嘅錢。哦，這樣做的。買做了基本財產，收租，做土sản，物料土sản。180年嘅彌陀佛，係大家和仙橋氣候過後，本上做得非常的。不過，停年嘅差唔多80年，彌陀佛專做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嘅工作。喺政府實行375減租過後，彌陀佛嘅運作資金少得當多。不過，大善義行為恆常不易，幫人行山行開當難得咧。101年度嘅彌陀佛運作嘅資金係37萬3千元，實際捐贈救助嘅金額咪係37萬3千元。佢哋對社會弱勢付出嘅係無保留嘅愛。不過對佢哋設計嘅義行，80歲嘅阿公講，你喺老祖公留下來嘅做法，人哋唔敢聽表態。阿妹下子哦。吼嘿吼吼，吼一番呐！吼嘿吼吼，阿妹下子哦。一隻都市啊，本來就各種無窮的樣貌，像哦新的杜飛形式，沒有像南屯那樣的 Q 沙旗。聽講嘅哦，我哋帶大家去看嘅啊，已經差唔多90人歲老人家，其中哦，自家對台灣嘅愛，每一隻差唔多會模特嘅沙旗留下來，韓國變彩色嘅啊，你喺那邊哦，看當然到了啊，然後台中最有名嘅逢甲夜市。天天我哋做乜嘅？都市遊誒，我食東西還有紅雞了。逢甲夜市上市度太多十分超過嘅夜間文化集散市場，故所做嘅、食嘅、教嘅也係休閒生活，都列為馬嘅主要。不過今比我嘅工作忙結束咧，因為接下來我哋去拜訪嘅台中地區嘅當特別嘅樂團。吳美江的故事，還有佢哋嘅夜間上愛點錯嘅味覺。唱歌像我最近啊，就一直熬夜哈，然後又拍戲啦，然後出外景是這樣，然後又落枕，這樣按 OK 嗎？可以。哦，那個這條路，當然這條泥了一次，哦，真係痛痛。啊，這算講吼氣，算講氣腳底下氣節吼。氣節。哦。大哥，看你的這手拉過，你這剛剛吼做這道幾年啊？20幾年。啊，你做20幾年哦？對啊。那一開始的時候，你怎麼會開始接觸的？一開始啊，就是到人家介紹到那個什麼訓練中心啦，哈。什麼訓練中心？啟明學校，護理迄個客名號，咱去遐學的。
哈。全班拢爱学嘛？爱拢爱学。啊，比如讲伊敢会辅导除了按摩啊，还有别款的头路无？没有呢。其实那个按摩学校就是专门就是辅导按摩哈。啊，再来第二分就是我的专长就是音乐。哦，音乐哦，乌目镜。哦，乌目镜，对吧？啊，迄个时阵是安怎会想讲要来做一个乌目镜安尼乐团？就是当初做理事长嘛哈，他说不然就来组个乐团哈，有一个就业机会啦哈，这是第二专长。嘿，所以张大哥是不是讲你的音感啊比一般人更较好？有可能是比一般人较好啦。你为以前读书的时阵就开始安尼嘛，对吧？对。高楼3楼是咪家？哦，这对。台中市盲人福利协进会。阮平日就是拢伫，阮若练乐团就是拢伫这个协会、这个音乐教室遮练。这来对，我有听到音乐呢。有啊。今晚就是咧练团吗？有。我介绍你看无？啊，是为这开始拢就了解了，免看。这那个场地有熟悉啦。就是这间。哦，啊，这间这一间仔囝尔，啊，你看一堆的那个团员在这里。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帮介绍一下，这就是迄个善伟先生哈，伊今仔要来甲咱看看啊，了解咱团员安尼。啊，善伟，我帮你介绍一下。好，这个第一位，这个是那就是陈汉杰。汉杰你好。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How are you? 你是负责萨克斯风还有这个笛吗？还有长笛哦。好，待会儿可以展现给我看一下。我想多功能，他们会陶笛啦、排笛啦、长笛啦、萨克斯风啊，就是会玩很多乐器。所以在演出的时候会这样换来换去啊。他就看哪一条歌，需要这个乐器，他就会换过去。哦，你拄仔讲你有看过我？我捌伫电视看过你啊。哈？野蛮小子甲超级魔幻生动武力啊。你都要骗你用看的。啊？以前有看得到啊，以前看得到啊，现在呢？以前是弱视啊，现在就是眼角膜移植手术，结果排斥，所以现在变全盲。现在全盲，那所以我呢，后个安尼后个仔呢，好在以前他有见过我。成立7年嘅吴美江乐团，做嚟讲係卧虎藏龙，投诉起步总规房。金丹江的吴美江的指头欣赏，30年来写到好坏诗，太多歌戏的文武创，总欣赏做的讲是重重就多。陈汉杰主要学的是萨克斯风，佢讲佢係學 Kenny G 的，意思就係講即個學來的啦。貝斯手王國偉剛入樂團3年，佢即個咩一件始終作用點的頭家。爵士鼓手鍾國珍，吳美江的靈魂人物，咩樂團的發行人之一。將剛入來的係 keyboard 王一雄，四寸1分木嘅佢，唔但將係藝術大學第3主修鋼琴嘅四中學生，還加係斯坦巴哈鋼琴獨奏和重奏嘅雙料冠軍。總講，在武暗嘅世界度，吳美江樂團是特別講。好赞哦！老实讲哦，一开始啊，人家就讲，你班啊去请的盲人的乐团啦，啊不能想哦，盲人乐团表演可能听从无明眼人表演的按专业，不过迄歌声那响，我通一小节吼，给马屁就轰起来，因为你真的弹唔出来，你老明眼人有蛮个差别，其他条真的懂专业。好赞，好赞，好赞！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这平常的话会搭配人家演唱吗？如果有朋友来访的话，我们会。真的？对。啊，如果去表演的时候会有歌手吗？有时候也会搭歌手。真的哦。有时候有。那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啊，我们有准备歌词给你。真的假的？那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准备好麦克风。既然这样子的话。注意看哦，其他就会做音乐的时间，搭声音啊，就懂音都嘅音乐伫位度，虽然看唔到，不过做出来音乐係當鋼琴嘅，唔可以隨人看得到嘅嘢，真係認真彈看啊！
情，脚步煞愈踏愈近，不敢怨，投叫你的名字。看到当时老师在表演的时间、演奏的时间，其实会表情哦，看出来去心无旁骛，无上限度，就用心去弹底位度每一个音符啊。基本的尺度就是，我想你还真的音乐，其他就会真的入去的音乐，而你要帮其他就感通动。茫茫茫到深天，醒来看无咱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情茫茫茫到深天，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啥意义？想要会一句。情茫茫茫到深天，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啥意义？我是觉得说哈，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盲人不一定要做按摩，在做按摩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些像消防旗啊，一些视障音乐工作者觉得说，他们可以用音乐做工作，其实我也应该也可以。其实我也不排斥按摩，可是我是觉得说我的专长并不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刚好 Kenny G 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东西，也想说，我可以学 Kenny G 一样吹萨克斯风试试看，结果就越吹越有兴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感觉上会比较快乐一点。快乐是一种原因，想要幽默口用生活方式，每几条工业有咩样的原因？因为就一般来讲，视障朋友做的条路，差不多就係足量的、算命的，一條從頭到幅度嘅條路。比起來，用音樂表演來創這個生活費更加好，因為呢，安尼唔但將做得慢來去唱，讓人交白，更重要係台下的反應，聽作做得增加佢哋嘅自信。看有没有一个管乐，不要找木管哦。你木管就跟少年的打架。其实我在读启明学校的时候，那个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学校也有组类似这种的团，然后当然大学的时候就是都没有乐团这样。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公司表演的时候，然后就也是巧遇了我们这个乐团这样子，然后刚好就大家其实都是以前的就是学长学弟这样的，可能加入了之后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吧，反正就是又回到以前那种组团反正大家一起玩音乐就很快乐这种感觉。啊，恁两个熟悉偌久啊？6年多。6年多，啊是恁活动熟悉还是？没有，在学校参加同一个社团啊，国乐社。他弹琵琶，我吹笛子。啊，今在久了，敢无是讲结婚安尼，敢有这个拍算？以后会啊，现在还不打算。现在不打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经济不许可。所以现在比较起来的话，收入跟按摩那时候的收入，对不对？因为我们做接艺这个收入很不稳定。大起大落，好的时候曾经一个晚上一个人去也可以5、6千。可以5、6千。他烂的时候才5、600。那你现在？
会不会很怀念那时候明年？会啊，当然有看到，总比没看到好啊。那个感觉我有过啊，说真的哈。没有，我比较早，我大概到14岁的左右就完全看不到的。所以不是先天的。我没有到正常啦，所以顶多超0.1左右而已所以也很难去想象说，你们可以看得到2-3公尺以外这是什么东西，我没办法讲这样。可是那时候眼睛最好的时候有没有？白天不行，但是晚上还可以我就坐在车子里面，然后可以看外面上面有那个麦当劳、7啊、OK 啊这样，看那个大的招牌。父母间的创团，仍然是希望做一本失踪的朋友，涵盖都会投入合作。不过，就像以上的情形，今仔个总统教育奖，要得过斯坦巴哈老希道夫钢琴大赛的独奏冠军。就算是安尼，王妈妈还是蛮难去添进投入，无就老老公主求援，其他就求的是做得了一般的人供养，有一个公平又做得安身立命的素材。对失聪的朋友来讲，雾唔係親暗嘅，親暗嘅係心感度模特嘅希望嘅味道。到嘞，9点啦！速度，你冇个仙人掌你看不救人啦！你看，彩虹村彩虹那种是很有意思庆奖的客家话了，天宫，我讲以前福岛的时间，天宫同好，不过唔要讲其他就讲了，色啊，嘛个动鲜艳动奖，不过阿妹真的呢，你捌过来看，全部捌到呢啊！你看个天内下捌的啊！唔好想，那有可能迄落下捌的全部用粉色粉红色啊，看起来当像细妹捌的样的啊！了一下，哇塞！好，接两个，老兵在25号，王伯伯有，然后当杯还有下88岁啊，可能安尼捌落去就多的啦有冇安尼啊？做得我暗动讲。彩虹村 QQ 嘅健存度亲强嘅一个国头，佢嘅节目就像童话故事锵样灿烂。佢嘅创人系一个90岁杀枪4年嘅老教头王。故事嘅源头系一个退伍嘅老兵股，因为一时嘅生气，佢到新感度亲挖跳嘅节目，一笔一笔挖啲屋卡，老沙气嘅壁方。佢亲善嘅想法，佢嘅冇人知嘅，可能係有啲嘅好教，有啲嘅故事，有啲嘅唔判得。因為喺個60年嘅屋下，就會俾人拆鐵咧。馬上咩冇想到，佢講嘅節目就將佢一夜傳奇。還有喺短短嘅1年間，90歲老兵股就將佢打一場勝戰，佢咪改變咗呢隻老舊建村嘅運命。體會都行個獎啊！真的懂厲害啊！你看，這全部幫的你會知道，有辦法幫很多啊！1年的時間做得幫很多啊！25號就會了啦。黃爺爺，我進來嘍。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客家電視台，我可以坐這裡嗎？可以啊。可以你在畫圖？隨便講嘛。你現在在畫的是小白兔，對不對？是。那它身上這些顏色啊，你怎麼會想要把它用這麼亮的顏色？自己想的呀。自己想，還是你有看過這一隻小白兔？沒有，我就用想的。都是自己想的哦。是。那像在外面，我又看到，比方說有張帝、張飛、小鳳仙、楚留香，你有見過他們嗎？見過，我看過。所以都是憑你自己的想象。我知道鳳飛飛戴這個帽子，我的哎呀，鳳飛這個帽子，你看你自己看見了嗎？我有沒有拿來給我看？都沒有，像不像？你看，
果然90岁嘅王阿公，基本嘅体育印象唔但将精神同好，行卡同文化。一老嘅大灾股啊，佢會講到畫圖、重操，還有解放時嘅10萬青年、10萬軍，還有講到60多年嘅建村生活。我發現有廣東腔嘅王阿公，唔但將有畫圖嘅才智，佢喺在馬咪非常好。海南島來台灣拼隊。拼隊本來我跳山邊對獎嘛啊，所以你還有跳傘？跳傘也係體格較好哦，那個時候比較高哈。跳傘喺屏東跳傘啊。屏東。放料水底料，講劇啊，嘿咯做乜㗎？謝妹眼鏡哦，天公落水咯。到臨邊就不啦。阿邊個食飯嘛？哦，食飽。你看，也都不一樣。屏東山中話，老爺冇說聲哦，你什麼來？俺都叫咯。屏東山中話。阿公講嘅當真哦，佢擘開巴就會吼，佢佢對於香港來，還有讀到美國人來講英文。那你沒有想過要回香港？我現在來台灣了，26歲到台灣。26歲。那你現在剛好了，算高級，本來是89歲。今年是90了。解放時因為受國家的順望，以及10萬青年、10萬軍，本期都留家人分開。不過大家聽咗當上帝，中國人講的落葉歸根，阿公的家人全部就喺香港，做乜佢唔可以再去香港留家人團圓咯？電到留啲一隻連沙單單就搬走咧，行家無結局就會拆鐵起高嘅求建村度咯。你有想過要回香港嗎？弟弟跟我母親呢，叫我不要到台灣了。你為什麼不要回香港？台灣又沒有老兵，香港沒有老，台灣有老兵，撈又聊天，開過一天好快。所以你反而比較喜歡在台灣，就算剛才有個老兵嚟，剛才有個老兵嚟看你們，他走了，我看見啦。所以回到香港反而不知道日子怎麼過。來香港了嘛，那紅人就講了，講不動啊。不會，沒有了。你要活很多歲啊！這一隻，你這畫的這一隻是什麼？我不管它什麼，我不管它。就是看怎麼高興就怎麼畫。哎，對。唔好拿公講哦，你幫佢馬解，佢講哦，我也不知道。就畫就好了，不用想這麼多。要點都不會想到哦，人家海人啊，做事情可能想太多誒。馬開就唔是想，點都做得按吃嘢。這樣畫圖很開心，對不對？就是就這。今日王阿公拿點說嘞，胸下的體內方畫點無限上高的線條，遠空過去，我兩聲音就將嗰兩個古的體內方塗下嘅聲音嘞，反而係企喺春蘭里嘅天宮檔。我心肝都想，一個90歲嘅老人家，用佢親純真嘅想法，畫出一條落山之前嘅平凡。天然之內，殺出一本簡單，大家看作獨流嘅求建村，有安詳嘅神仙。彩虹村嘅月亮已經結天咧，寒啲氣過過後，唯一寒上黑啲倆味嘅，是存王阿公嘅生意。不過大家咩唔是特殊阿公兩百嘅生活。因為是做得日日有圖好畫，90歲嘅老兵姑，卻用做得有難愛嘅戰場，行家佢為安尼留下來嘅係啲土地發展嘅過程度，做唔得青菜變過嘅分值。全部就係啊！我啲牌看到暗道啊！我點解有人在培養嘅咧？在做乜嘢咯？你來看一下。唔是行呢啲啊，行到你係咪知道？很好睇哦。
传说中的张万福大哥嘛。哎，您好，那您这位是？你好，我是尚伟。有蔡志老师啊，老师哦，难怪我刚才从外面这样看你们在这里，然后一进到门口我就被那个声音镇住啊。那请问一下，你们两位现在刚才在做什么？是准备要表演吗？测试乐器。哈，每一把出来还要这样子测试啊？不是，它已经都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在了吗？微调啦，就是有既定模式，但是出来是微调。比方说会调些，比方按键的高度和弹性，就更适合每个人，更舒适一点。就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然后大小，然后按键的位置都可以调。张万福先生，后嚟 TKV 一集老萨克斯风嘅制作工艺，对精神推广提升咗 MIT 嘅制作品牌。老钟老师傅有关嘅传说众多。像喺日本厂商是可以出2年600萬嘅年薪，也有幾多韓國沙廠，還有國際有名嘅薩克斯風獨奏家 Daniel Cookman。因為中意萬福老師傅嘅雙大音巴里通，佢主動公開為佢哋嘅產品免費代言。另外，佢是因為對工藝嘅堅持，開始佢差唔多聊到出，佢承認是為做一件事情，就會做薩克斯風。總共，N 去傳特別係成功嘅原因有當多種，其中有一種就係因為樂，行家係一種無人做得無聽筒嘅樂。你看到你有在陣都無迄個模具啦，薄薄啲就是要用手工去畫物件，去加去磨，再去凹迄個形體出來。所以你做迄個，咱像咱個喇叭褲，咱咧本來發聲迄個所在，喇叭褲，迄喇叭褲陣，敲敲打打，迄講甲上手是安尼，全攏碰拍，嘛是愛個補包咧，個卡，做甲完成安尼。哦，會講甲手碰拍哦。係啊。啊，若無講好，敢會師傅敢會？我聽頭家伫咧學講，袂使問第二屆會先共拍。會共刻5斤價，古早的人攏講刻5斤價安尼吼，先刻落才閣講啊。所以因伫迄種環境之下，你學的技術攏足扎實的。啊，其實有較早迄種學的精神，迄種技術來講，學迄起來了後，父母攏甲咱講有一筆功夫吼，後屆較免煩惱啦。啊，其實會當證明真個爸爸講的這是對的吼。有較早迄種學的精神，迄種技術來講，扎實的技術才會當奠定目前。咱會當互國外對咱的信任度。技術係工藝嘅基礎，不過就算有當好嘅工藝傳承，將近50年前嘅後嚟提起，佢嘅薩克斯風嘅產業全部係用 OEM 嘅代工形式來生產，供貨對象就係國內現下清代嘅樂器製作商。不過因為成本和品質嘅考量，供學生當20年前。決定由委託製作嘅形式改做自家研發生產，像咁樣突然嘅改變，要差唔多開到規個後嚟嘅薩克斯風產業，行業嘅唔是有過嘅災難。很難過啦，因為雄雄無單通做，啊，為咗就去改行，啊無就收起來無做，啊，其實阮迄陣是敢若樣做樂器爾吼，迄陣實在是佇迄個段時間對阮來講是一個真大的打擊啦。因為小朋友迄陣嘛佫足細漢，才超5歲爾，啊，所以阮就咧想講要安怎改變。我感覺互我有一解真大勇氣，就是講，雄雄有看到一本迄咧招商吼，啊，因為嘛無路通行，我甲頭家講吼，你甲我教講吼，薩克斯風要安怎講，頭家就甲我講，迄你袂曉啦，你毋免去啊。啊，我就是講，我就已經這種程度，佮安怎嘛是愛去試看嘛。啊，我去的時候，我印象足深的吼。迄個總經理甲我問講，恁這樂器是幾音的？係啊，我袂曉講答要安怎。但是我感覺真歡喜，阮的誠心啊，佮講出阮的製作的過程，互迄個總經理聽了，總經理怎樣甲我訂6支的樣品回來。啊，其實我要講這點是因為，這是阮。這一生當中上大的轉捩點，這個6支訂單開始，互阮有信心起來。所以迄陣，阮就決定講，阮要做較高級的，無愛去行較早公路，攏做迄俗貨，互國外感覺講啊，咱台灣就是干咧做俗的爾。
所以我两个阿伯很坚决的讲，我们要走这条的方向。你要让你的产品的定位是要在高阶市场，或者是要跟大知名品牌去做抗衡，其实要慢慢要去思考一下你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定位。当然，我们一开始新的品牌，你不太可能去说，我一支 Size 要跟很知名大厂卖一样同等的价格，我们整个设计在中价位、中高价位这个价格的产品。可是呢，它的等级呢，几乎相等于进口乐器10几万的乐器了。13岁做下去，做到这阵已经嘛有40几年的历史了啦。咱对咱家己的物件算也蛮有自信的啦，因就是讲咱的工艺，咱烘业的感觉，迄个手感，甲迄个甜的感觉，咱就是我都去互比较。当然是落单，当然是每一间客户咧落单无共啊，伊素质要求无共啊，咱的在做是做较原始啊精品啊。好多人讲，老师毋是喙花真好的人，不过其实认真的人来讲，喙花搁较好，物件一本就知影输赢。古说两公婆都结天，用精致的工艺来做这个产品的基础。不过因为唔晓得推广，就算有一身的术艺，其条咩是因为生活过麻喜，是上的表态。其实我感觉阮真好运，就是讲夫妻同心啦。因为阮的目标是同款的，不管拄到什么款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克服。后来卖衫，我感觉这是有一点感觉老天的帮助我们啦。当你有互你行到一种处境为难的处境的时阵，伊突然间互咱有一种另外一条路会当行吼。所以讲，当我卖衫的生意真好的时阵，我拢是抱着迄种足感恩的迄种心情。所以我甲头家讲吼，你免操烦啦，这边来卖衫这边资助咱的家庭所有开销的时阵，你就会当用心去开发咱的新的物件。以前吼，我拢会讲头家拢足调直的，足戆的。即摆阮会发觉讲，伊较早调直，较早戆吼，反而是觉得是他的福气啦。阮天公拢听迄吼，较调直的人如果以前阮若是无安尼坚持，若是放弃的话，其实我感觉可能即摆应该阮嘛是无这个品牌出来安尼。结合有坚持的手工工艺，伫要求价的时态度，就也会遇到蒙人地的困难。不过能量的累积，唔会因为蒙人地就停下来。行下啲辛苦的时节，那种坚持的目光，行下感动人。2005年，钟万福留给庆贺的时日，王清琼先生拿到的体格萨克斯风比制作竞赛前3大奖的其中2项，佢條始創嘅品牌，每日建日受到國際演奏家嘅肯定。介生活較濟年了，我發覺講，真正伊是一個技術人員，而且伊足用心的。伊有心中有一種責任，伊會敢想要家做甲講，互國際來講，台灣是做好樂器。其實我感覺伊的心肝底攏有這種想法的咧，所以我就甲伊講吼，我要甲你支持，因為你是我的感覺是最有久的、最有潛力的。一個人一生人當中都有可能變做騙人嘅瓦殼，不過在成功以前，不論係因為自家嘅堅持，也係為到騙人嘅幸福。而你對一啲刺探嘅高長度，原過嗰種看唔到希望嘅黑暗。我成功搶上喺大邊高長度淺色嘅部分，最近甘甜嘅點到係高長度嘅艱苦。也就像萬福老師傅咁樣，團中天淡輕熱嘅，本佢哋差唔多過馬戲，艱苦過後，佢哋曬因為到露水買衫穿太前，青春嘅係。兩公婆無因為賺錢填病體，一開始心感到千上愛嘅幸福。然而，本來感動嘅係米雲子嗰種堅持、信任嘅態度，老萬福師傅嗰種自家啲自家才情嘅調出。韓國，佢哋咩本來看到嘅微光，會因點啲懷抱希望嘅所在。命都嫁予爸母行道了，又看又通到北公西
小男嘅小生行多了。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阿美下子哦。